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3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昨昏一个本身咧做领队的患者，因为得到武汉肺炎不幸过往。下晡疫情指挥中心阁宣布，阁加2个病例死亡。日本的艺人志村健嘛是得到这款症过往。昨昏6点，中国湖北省的台湾人有153个坐华航的飞机转来，因暗另外阁一架飞机会到地。台北市北安路的板信银行早起10点外发生抢案，一个男性牙签拍着保全人员的骹腿，抢走80万。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说明讲，国内又新增加8个武汉肺炎的患者，7个是带病入境，1个是踮国内治病。到达这当中，计共已经有306宗病例。昨暗一个咧做领队的患者不幸死亡，今日又阁增加2个救无起来，目前计共已经有5个人死亡。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总共有新增了8例8例的确诊案例哈，那7例是境外移入那1例是本土。那另外就比较不幸的消息是，除了昨天晚上的一位我们确诊病例的死亡那我们又增加2位。所以总共有5例。有关于口罩，从4月9号起，换句话说，下个礼拜4，不管反正你有一个健保卡，你要买小孩的，就是可以拿小孩口罩10片2个礼拜；你要买大人的，就2个礼拜9片，每一天大家都可以买。那海外的我们就在2等亲内，可以来寄了那我们一次允许他可以寄30片。咱国内诊断确实得到武汉肺炎的病例，到今计共有306个，其中5个人不幸救无起来死亡。这个第108号的病例今年才40通，伊就是进前带旅行团去欧洲的 Australia， 阁有 Czech 这2国游览的领队。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个患者是因为体重较重、心肺的功能歹，因为严重的肺炎不幸来过往。台湾武汉肺炎29暗时传出第3例死亡个案，过往的第108例是40多岁男性，伊是3月7号到14带团去奥地利甲捷克旅游领队，居家检疫的时，伫3月17出现发烧症状，就医18确诊，单日状况都无啥好，昨晚不幸过往。安那29增加15例，其中境外移入有14例，发病进前分别北去美国、西班牙、摩洛哥、菲律宾甲印尼等国，出国目的以旅游或是工作为主。安那11个本土病例，第289例是一个40岁女性，3月22出现发烧症状，家己就医3月29确诊，今日是叫第293例因翁感染，因翁比较晚一天才发病，23出现酷嗽症状，伊捌伫3月17去葡萄牙、西班牙地团旅游，回来了后居家检疫，敢若无做防护，传染给因母，造成本土感染。要居家检疫的话，那就请就单独一室了哈。那不要共同一起吃饭。如果要交谈，就戴口罩，隔大概1公尺左右。爱他有多少，就离他有多远。另外，第284例是一个20岁男性，长期伫菲律宾工作，3月20回来，甲3月28公布第277例坐同一班班机，就伫居家检疫期间，因为身体无爽快就医，29确诊，该带做回人，当伫居家隔离。飞机单里面的乘客本来在3月20号之后都是居家检疫，那机组人员我们也把它匡列进来。指挥中心表示，3月28日中营 BR28列旅客，目前已经有2人确诊，若是出现可能症状，请通知卫生单位安排就医。嘛强调检测范围广阔，会针对风险进行采检，已经无限定旅游数。另外，为了提升防疫强度，指挥中心计划制定社交距离的相关规定，甚至不排除有罚款，强制要求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暗留伫中国湖北省遐的台湾人，其中有153个坐咱所指定的一只华航的飞机转来，因暗另外阁一只会到地。陆委会陈明通主委直直反映是讲，这2只是本地就有咧飞的飞机纸，若是要搁去武汉的包机是还搁咧超测。另外，陈主委嘛有提起顶回中国东方航空的包机来，咱有传1万领防护衫要销送，毋过对方是无收。
留伫乌北的台湾人，随着乌北解封，总算唔免搁等待武汉包机。我方政府利用指定航班，予153个台湾人为上海坐华航等的台湾。这嘛是除了武汉包机，另外一个新的管道。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早起受访的时阵强调，指定航班甲武汉包机无共款。武汉包机是武汉包机了，那这个是定期航班的指定航班的那种回来的模式，这是一码归一码。那武汉包机的事情，当然就还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没有进一步跟大家透露。要讲类包机，陆委会要避免卡到敏感的政治层面，佮强调因为是定期航班，无经过协商，但是也佮有偌济人留伫当地。陆委会指出，大约佮有400外个。昨天153人，那今天也大概200多人了哈。所以这回来以后，滞留武汉的这个滞留湖北的国人，不是武汉啊，对不起，滞留湖北的国人那么还有这个400多人。其实当时有这个名单，我们才能够掌握，让他们一方面兼顾防疫，一方面又能够让他们顺利回家，啊，这个然后国人也放心。所以这个不要说这注记是把它当做一个负面的考量。陈明通呼吁中国防疫进程莫有政治考量，嘛莫去操作台湾，以武力拒绝统一，以疫情谋出独立，这引发台湾人民的反感。同时，伊嘛证实，我方政府要伫2月初第一批武汉包机的时阵，有准备1万份的防护衫，要协助中国防疫，但是对方无收。当初东航过来的时候，我们准备了这个1万套的这个防护衣哈，请他们随着第一班的东航带回去了。可是他们认为说他作业不急啊，因为他作业不急，所以就没有收。陈明通指出，后来两方继续透过小两会协商包机的代志，真侪代志咧参详，送因防护衫的代志，佫无搁再互讲起。陈明通嘛坦白讲，陆委会捌伫国安会报内底预判，中国可能以停止 ECFA 互台湾的经济停止，伊希望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无希望对方甲 ECFA 停掉。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欧洲这边，英国致病人数已经逼近2万。因的医疗官员讲，拍算台阁过半冬，正人的生活才有法度渐渐正常。上较严重，意大利和西班牙这2国致病死亡的人数是还阁咧行。那德国因为医疗的条件好，目前已经开始甲隔壁的法国斗医同情的患者。不过伊嘛严格管制国民，超过2个人就袂当伫公共场所行上活。新冠病毒继续伫咧欧洲滚价，英国过去24小时佫增加超过2400例确诊，总确诊人数超过19500人。副医疗官哈里斯表示，英国人可能佫要等待半年的时间，病毒大流行才会较消退，才有法度回归正常的生活。Over time, probably over the next 6 months, we will have a 3-week review. We will see where we're going. We need to keep that lid on, and then gradually we will be able to hopefully adjust some of th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and gradually get us all back to normal. 欧洲重灾区的意大利疫情完全无减轻，过去24小时新增加超过3800例确诊，756个人死亡，总确诊人数超过97000人，总共10779个人死亡。Purtroppo oggi registriamo 756 nuovi deceduti. Il totale dei guariti è complessivamente di 13.030 persone. Rispetto a ieri sono 646 le persone guarite in più. 第二重灾区的西班牙总确诊人数嘛超过78000人，过去24小时佫增加838例死亡，总死亡人数6528个人。同款嘛，伫咧欧洲，德国是因为医疗资源较量，毋但甲国内疫情稳定落来，而且佫甲隔壁国的法国斗3工接受因的重症患者，而且伊嘛煞接触的禁令，禁止2个人以上伫咧公共空间，而且严格执法。War auf jeden Fall unangenehm, so, weil ich nichts davon wusste, so, dass man das nicht darf. Und dann einfach von so einer Autorität befohlen zu bekommen, dass man jetzt doch bitte aufstehen soll, ist schon nicht angenehm. So. 另外一方面，泰国武里南府一间家家二狗因为风声讲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地数真侪犯人暴动，小家家了后逃走，变做另外灾情。目前多间的人数也佫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到甲中昼，美国治着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142000，不幸过往的也有2400多人。川普总统甚至话讲，病情若阁无法度控制，恐惊到尾也会有220万人的救袂起来。
伊佫讲，若法度控制到10万到20万中间的死亡人数，就算足够了。川普总统嘛宣布讲，约束袂当侪人挖进咧社交这款规定，会继续实施到4月30。为了减缓疫情，美国总统川普预告宣布延长社交距离的防疫指南15天，一直到4月30。We will be extending our guidelines to April 30th. 伊嘛改进前要伫4月12号或者进行开工的乐观态度，表示希望伫6月初一进前，美国会当走向复苏之路。美国到当地时间29，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4万人，死亡超过2000人。疫情重灾区纽约，感染人数约6万人，死亡人数约1000人。敢若伫纽约市都有600多人死亡，不过上歹状况恐惊还未到。疫情专家福奇预告警告，新冠病毒可能会提走全美国20万人的性命。川普表示，若是无控制，会有真侪人死亡。And so, if we could hold that down, as we're saying, to 100,000, it's a horrible number. Maybe even less, but to 100,000. So we have between 100 and 200,000. We all together have done a very good job. 川普强调，若是死亡人数控制伫10万人，就代表美国已经做甲真好啊。对纽约欠医疗器材，伊佫讲，伫纽约州买喙癌进前，应该先查病院内底佫有偌济。伊佫指出，目前病患的呼吸器无够，部分的原因是有人咧囤货。We do have a problem of hoarding. We have some healthcare workers, some hospitals, frankly, individual hospitals and hospital chains, we have them hoarding equipment, including ventilators. We have to release those ventilators. 伊同时感谢通用汽车非常拍拼一篇国防生产法，要求生产呼吸器的合约，而且开始运作。也感谢波音、福特等等的公司协助生产呼吸器甲喙癌。川普伫2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囤防疫需要医疗器材，亲像是喙癌甲呼吸器，违反的人会互刑事起诉。同时，北京关总未到工作小组的官员嘛提出警告，大家州都有可能会出现疫情，要做好准备。What I wanted to be very clear on is every metro area should assume that they could have an outbreak equivalent to New York and do everything right now to prevent it. 政府为了医疗器材无用支持的时，医护人员嘛无风险伫前线作战，但是嘛有互人温暖的消息。纽约的民众伫当地时间27暗暝，伫大楼甲街路顶悬拍扑克，伫即个辛苦的时阵，替医护人员甲急救人员加油，感谢因替所有民众的付出。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日本业界出名笑话艺人徐木拉肯志村健3月23正式治疗武汉肺炎。虽然有到体外人工的心肺系统 ECMO 落去治疗，不过到昨暗嘛是救无起来，火速才到70。日本目前治病人数已经逼近2000人，尤其东京都含4边4个县市，顶礼拜六就下令禁止民众出门行耍，繁华的地界嘛变甲冷冷清清。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感染して肺炎を発症し入院して治療を受けていたコメディアンの志村けんさんが昨夜東京都内の病院で亡くなりました。日本各大媒体用快报報道有名藝人志村健與武漢肺炎不幸歸陽消息。お子様から年配の方まで分かりやすいというのが話題が好きなんで、動きのメインで喋りがあれば。動きの方が笑いを取れるというか笑ってくれ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信念はあんまり変わらないですね。志村健是第23檢驗出陽性，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伊嘛是日本演藝界頭一個確診的，因為病情較嚴重，佮不症葉克無治療。暗過29暗時，說佇東京一間病院過往享受70歲。日本疫情繼續咧拖，東西區、東京都、佮附近的4個縣，基玉、千葉、新內川佮三里縣，頂禮拜攏限制民眾出門。東京因素等平常時真車禍地區，攏看無原本真濟人。こういう光景って見たことがないなと思って、ちょっと衝撃的ですよね、やっぱり。日本目前確診人數已經跨過2000，東京攏總已經超過430例，比第二劑大阪人數加1倍。就算禮拜假期，本地要上班的東京民眾，冇叫公司要求留喺厝內。週末はだいたい家にいましたね。週末はやっぱり仕事してるんだけど休みましたよ。土日は会社からもそう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ました。土日はもうずっとうちで掃除したり靴を磨いたり家の中のことをしっかり言ってますよね。另外，根據日本媒體 NHK 報道，計劃延後一年的東京奧運，預計會喺2021年7月23舉行開幕，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閉幕則是8月7日舉行。記者綜合報道。
观众朋友，咱今日关心早起10点外，台北市中山区北安路的阪神银行发生抢案，一个男性的嫌疑犯开枪拍着保全人员的骹腿，用较无2分钟就抢走新台票80万。初步的了解，歹徒是一人作案，持长枪。那在进门之后，就朝保全右边右腿开了一枪，然后再进入柜台里面搜刮。那目前有关损失的情形由阪神银行这边在清点当中，初估差不多70-80万。警方表示讲，嫌犯拢总开6枪，其中1枪拍着保全人员的骹腿，加在这个保全人员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急救。警方也已经封锁这间北安路顶的阪神银行，佮掌握嫌犯的车牌号码，但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伫咧抓嫌犯。咱搁转来讲，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届新的研究发觉讲，得到武汉肺炎的人产生有症头了后5天经过，就有可能会患病超过2个人。伊嘛提醒社会人甲人咧接触，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若要约束民众社交的时阵离互开，嘛会先用辅导的做法来推动，互大家先养成习惯性。国内武汉肺炎确诊，国内增加一个死亡比例。个案是第108案，40几岁男性，3月初被带团去奥地利、捷克旅游，是集团的领队，而且集团的群组感染已经有4个人确诊，同时也和国内死亡比例增加到3个人。医生讲，40岁了，身体免疫力开始降低，也是死亡的原因之一。如果他的免疫反应不恰当，同时过强的话呢，就有可能在病毒清除的差不多以后，他免疫系统一直还是攻击肺部，就会造成很厉害的肺炎。那这个也是容易造成死亡。因为武汉肺炎继续伫咧全世界扩大，确诊人数超过72万人。虽然各国拢实施封城加旅游禁令，希望会当防止加减少灾情。不过，台大公卫学院上新的研究发现，当感染者出现症状了，5天内会当传染给2.5个人。所以希望各界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才能降低传播的风险。5天之后，一个人就可能传2.5个人。假设我们透过很多社交距离的扩大呢，让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减少75%，那我们5天之后呢，可以传的数量呢，大概是0.625。对此，疫情指挥中心讲，适当的社交距离会以3步来执行。第一步，先定出指引，而且各界要有共识。第2步是透过辅导教育来推动。希望大家拢会能接受，变做普通时的习惯。第3步才会对迄寡无愿意配合的人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美国已经通过美金2兆的预算，要消透这回经济上所拄到的困难。当道立法委员咧讲，咱国目前这款1000亿要顾产业、救经济，就算连中央银行特别按起来要放款予企业的2000亿，嘛也真无够。财政部苏建宁部长是讲，近来财政真稳定，若是北京未收煞，要增加国家的债务，落去推动更较有力的财政政策，这嘛是做会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全世界经济，各国政府拢推出纾困措施。有国民党立委认为，若是疫情继续到第3季，甚至是第4季，可能会引起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假设烧到第3季、第4季，会不会发生金融风暴？要看情况，就是说它对金融市场的 impact， 目前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还是不会。国部会首长拢讲，到目前观察疫情的冲击，要演变成做全球金融风暴，可能性无悬。不过疫情若继续落去，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恐怕无法度保持。为了要救经济，世界各国拢推出数目前类纾困定型措施，尤其是美国，唔但是降息6码，也个实施无限量化宽松的措施。台湾是毋是第一座？央行总裁杨金龙讲 ，QE 对提振市场信心有帮助，不过代理的情形无同，无法度第一座。但是财政部长苏建宁讲，未来若是疫情更加严重，需要推出更加强力的财政扩张政策，估计唔是问题。你认为目前的600加以缓积极400、1000，然后再让央行的定向融资在2000才3000亿，这样够吗？这个经济情况更加严重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财政的部分财政收入的部分，至少在债务方面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离在线的基本上还有一段距离。疫情也继续影响大国的表现，再加上美国行搬，
大股一早起开盘就盘127点，盘中是大盘270点，盘破9500点。台积电、台立光、鸿海等瓶盖股股价拢是青顺顺。针对当前台股上下震动的情形，金管会注意各立场形容上楼推少，落楼推多。在咧限制放空的措施之下，台股并无大幅度的起盘。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交通部观光局一个员工，可能是因为去接待因主管按国外倒转来的后生，才去挖到武汉肺炎。昨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嘛点名讲，若是顶时有运用特权指数下骹手办私人工课，这绝对是袂用稳。早起交通部的王国才处长伫咧法院嘛承认，迄个主管还未在家来隔离进前，是还阁有几落工入去办公，甚至嘛捌去立委的服务处行打过。观光局一个伫桃园机场旅游服务中心的员工，敢若是接待局内雷勤主管的后生来确诊新冠肺炎，引发外界质疑。交通部长林佳龙29号下暗伫脸书发文，指出迄个当人确实放派接待，但伊认为当人应该服务旅客，毋是官员的亲戚朋友，所以下令调查是毋是有牵涉到特权。如果中间有牵涉到违规违法，这部分就是依照我们的规定来惩处。会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会议，搁安尼来延迟开始，因为来报告的处长王国才顶礼拜五甲迄个再过确诊后生的观光局主管做伙开会，好甲这两个人距离真远。CDC 是建议今天大家都要戴口罩，那会议是可以继续的进行。处长王国才咧接受立委洪明凯质询的时阵，证实主管的后生并无使用礼遇通关，主管接送后生所使用的是私人轿车。虽然有口头请假，但礼拜一还未看到伊的请假单。伫后生确诊进前做雷勤工作的伊，嘛是外出工作。跟交通部是在上个礼拜五了，就是我们开培训会议的时候，这一个观光局的高层跟我们交通部有开过会。他曾经跑到应立法院的要求，跑到这个立法院的服务。所以在处长王国才强调，交通部30号会完成调查，对外说明，迄个官员后生20号返国到确诊有8天这么长，伊的主管爸爸这2天才开始居家隔离，隔离进前继续上班。交通部表示，迄个主管也无有症状。记者林文国家报编辑组台北报道。另外，讲到第268号迄个病例，到底捌行踏过倒一寡地点？台北市高文特市长是讲，着爱公开透明有较好。伊嘛讲美国的病情严重，纽约当是比武汉搁较危险，嘛望中央政府爱控制逐工倒转来国内的人数。另外，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是宣布，中和南市各者当年配合泰国的风俗所举办的泼水节暂停。新北市政府嘛会针对第268号迄个病例所去过游览地区加强消毒。讲年歌全台湾上大海沙厝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的延寿国体30正式拆除，拍算3年的完工。台北市长郭文特关心市政，对国内疫情感觉真烦恼，对国内即阵带病入境的案例愈来愈多，强调美国的疫情真严重，未输予中国，呼吁中央的检疫标准就爱同款，而且爱控制逐工返来台湾的人数。如果统计数字是这样看的，现在纽约比武汉还危险呢，所以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不管是对中国或是对美国，同一标准。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换回来的人数要控制一下。台北市店厝检疫的人数就有19000外个，为着卖互病毒有任何扩散的机会，台北市环保局已经剔除街仔路500外个粪扫桶，就是无要互民众等家己厝内粪扫或者是喙暗，避免清洁人员受感染。郭文特表示，这2礼拜会是危险期，防疫的工课就爱搁较齐全。郭文特也呼吁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应该爱把第268例的个案伊所行大范围全部公布出来。不过，针对这案，伊1个月前捌去过金山甲乌来，新北市29是又搁扩大消毒。这1个月以来，我们金山老街以及我们的乌来老街，所有的过滤、消毒、环境卫生做到位以外，也没有发现有人因为游客来购买食物产生发烧、
或是有身体不适的状况。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加在这一个月，金山甲乌来拢无出现有民众身体无爽快的消息。啊，那逐年4月中，新北市拢会伫咧全台湾缅甸华侨上多的花生街上款举办泼水节，已经连续举办21年。今年受疫情影响，新北市决定以线顶泼水洗净的方式来祈福，避免群聚感染。记者陈瑞峰、阿敏、郑庭玉台北报道。咱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助理秘书长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的时阵，听到记者问起，敢会考虑要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煞雄雄无法度应话。甚至记者阁问到，即便台湾抵挡病情炭开的工课做了啥款？结果，这个助理秘书长又原甲话说对中国去，学了讲中国已经是做了真好了。总是这款态度，确实来引起未少人议论。WHO 29伫官方针对台湾发表声明，强调台湾刚刚加入世卫组织是会员国决定的，不是工作人员。嘛指出 WHO 甲所有面对疫情的国家合作，包括台湾。台湾人口相对较少，会继续关心当地疫情发展。WHO 对所有地区有防疫经验，包括台湾，佮强调会照现在规定，甲所有地区包括台湾，真紧的互通消息。会出现这段声明是香港电台英文台报道一段访问，记者甲 WHO 助理秘书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连续访问的时，问到敢会重新考虑和台湾加入 WHO， 得到这种反应。Would the WHO consider Taiwan's membership? Hello? I couldn't hear your question. Okay, yeah.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No, that's okay. Let's move to another one then. 布鲁斯·艾沃德先听几秒，讲听无，再登线。记者重新连线了后，继续问。布鲁斯·艾沃德所回答：中国之前讲过真侪摆，真正做了真好，就继续访问。Well,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China, and when you look across all the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ey've actually all done quite a good job. 这段访问引发风波，有民众笑讲 WHO 一条台湾都讲起啊，冇人批评 WHO， 真正是政治超过专业。中国官媒这是反击访问的记者有别的用心。WHO 是发表声明澄清，全文拢是用台湾。布鲁斯·艾尔沃德目前无回应，伊之前几落摆俄罗中国的防疫能力，佮讲全世界拢欠武汉人，若是家己感染，希望伫中国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拢早起蔡英文总统去视察专门咧生产喙掩内底迄件不织布的工厂，啊嘛感谢这个企业拢消停咱国家。蔡总统阁讲，病情若无搁断，现部喙掩的生产线依然是会保持。另外，蔡总统嘛搁再一摆表示，世界卫生组织都互台湾参加入去，贡献经验。啊，讲到内政部移送警政署长和地检署侦查这条带，总统是讲防疫上大胜，剩的拢交代有关负责的单位去处理。台湾喙掩国家队逐工会产零破1000万片。总统蔡英文专工视察喙掩关键原料用品不织布工厂，感谢厂商配合国家定用。蔡总统嘛答应疫情结束了后，喙掩国家队会继续落去，确定喙掩的经营无问题。这不只是一个在终端的制造口罩的这些团队的成员，我们要整个供应链啊，我们都必须维持我们台湾优质生产的供应链。最近 WHO 高级顾问接受港媒采访，听到台湾煞断线 ，WHO 嘛罕去发出声明强调，台湾参与 WHO 是由会员国来决定，不是工作人员。蔡总统嘛搁再呼吁 WHO 爱互台湾参加。那能够理解台湾可以贡献的地方哈，能够真正的来思考让台湾可以加入这个世界的这个防疫体系。蔡总统认为，即马讲防疫外交不如讲防疫合作，会当甲各国强化伙伴关系。不过，就伫关键的时期，却发现内政部函送警政署长的事件，互人怀疑是政府在内斗。蔡总统嘛强调，这件代志是由行政院长办公室通知府办公室，代志由权责单位来处理。防疫是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专心而且全心全力的投入在防疫的工作。所以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就让权责单位按照自己的权责来做处理了。接落来就是清明连假，蔡总统呼吁民众爱分流，保持社交距离，爱有警觉性，听指挥中心的指示，共同防疫。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顶日内政部以牵涉伪造文书这条罪名，将警政署的陈家钦署长移送台北地检署调查这条代志。顶礼拜五，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嘛临时通知市国用部长和陈家钦署长，因双人今日都要列席。啊，不过陈署长因为公务的理由请假，市部长早起11点时已经有入去到立法院，伊嘛讲一切尊重法律。很专心的带领我们全国的警察同仁投入到疫情防疫的工作，还有我们的治安维稳的工作。警政署长陈家钦28暗时先伫中山分局出现，加讲防疫所曝光证据。29又去通机场，关心协助雷包机登来台湾的警察。组长特别来看包机的吗？我来这个来去谢谢。连续2天出现，不过陈家钦对家己证据并无加讲。在全台备战的防疫期间，陈家钦叫内政部长徐国勇函上检调，法务部长蔡清祥要求媒体问讲，北检提案的理由。如果我们的最高单位的首长是不法，而且是内政部说他不法哦，是要等到内政部补足了资料呢，还是说如果他有相关违法的情事的话，地检署应该主动侦办？依法啊，他要如果是已经分案了，就按照法定程序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法务部他是不干预个案的，也不介入个案，更不能指导他办案。团队行政院长苏贞昌对内政部无新报告的行动代志真生气，徐国勇天下第一部部长的官位敢保会调，引发关心。防疫期间任何的事情没有防疫重要啦。如果安全没有受到保障，谁还会支持民进党？我觉得这点大家要去思考的。传出说徐国勇520就要下台。这我完全没有听到借用他这个不管我们内政委员会嘛，不管我们警政署长、内政部长都是本委员会的重要备询对象。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0决定邀请立委会甲海基会报告，不过顶礼拜五向上改变，邀请内政部长甲警政署长出席，了解居家隔离甲检疫的相关代志。不过陈家钦以公务理由请假，徐国勇则是早起11点去备询，两个人事发到达也未讲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驶来太平洋的防空母舰罗斯福号顶头有军人去对着武汉肺炎，但嘛有立法委员咧关心这件代志。国防部是表示，讲目前台湾海峡四边情势稳定，国民都要安心。总是也有立委咧问起美国病情拖无休，敢会去影响到今年咱所采买的武器和军方的用品交会延迟？国防部是讲，若真然有影响，厂商只要契约，也是会当甲咱申请要延期。美军第7舰队这几天伫南海演训，航空母舰罗斯福航舰出现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航空母舰已经有菲律宾海峡向东航行，会伫关岛停靠。国防部副部长张冠军早起伫立法院表示，目前台海情势稳定，台湾周边海空情势拢已经掌握。整个的区域的稳定，我们的联合勤监侦我们都在掌握，这个周遭的海空的情势我们都是掌握非常的清楚，我想这个国人放心。除了台海局势，随着美国疫情大爆发，是不是影响到今年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军购品会较慢交货？国防部强调，那是照契约规定，那是真正拄到袂当抵抗因素，厂商会当申请登延。在你们的采购项目中，请问会不会受到这一次疫情的影响，而延宕了交货的时间？今年度的这个料件大部分都已经到期了，因为在执行了。履约中的案子，不管国内外，对，如果厂商有因为疫情提出来展延履约期限的契约条款里面不可抗力的方式，所以算不可抗力嘛。另外，今年公布拍算要买战斗乒乓，采购规家放看好高嘅烦恼，安全性嘅降低。处理器对原有工业电脑普遍使用 N4200四核心嘅处理器，今年改造爱有风扇辅助降温嘅 Intel i3 处理器。电池改造唔是中国製，公布欢迎回应，采购乒乓并无下别问题。战斗平板，现在我们要用那个处理器改到 i3，然后重量已经没有无限量嘛，基本上反应是非常好，它的处理效果跟运算的效能功能更强。另外，公布副部长张冠军进前北去友邦回台了后，自主隔离14天。伊表示，伊2月24对友邦回来，部分阶级拢爱自主隔离14天。目前居家隔离的官兵差不多400多人。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韩国顶日逼出点网络流传丑大查某囡仔的影片，就是几号房这件案件。
早起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嘛，针对要安怎提防，无经过对方同意，就踮网络流传男女间私人的影片这款情形，伫咧探讨。立委质问讲，目前这款罪上当敢若判2档，阻挡人犯罪的效果，惊是较有限。啊，毋过法务部蔡清祥部长是讲，若各路条罪做违法，刑度犹原是有法度判较真重。很完整的举手。大家都不认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现行的法制对于这个领域的问题呢，它的规范是完整的，对不对？国民党立委接机现行法令对偷翕的私密影像规范效果是不是完备？官员无人接手，因为韩国发生N号房的性剥削事件，立法院司法委员会30安排无经过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的防制作为进行专报告。国民党立委即期现行的刑法对散布这种影像加罚相当2年徒刑，无得达到阻挡的效果。刑法235条，它处的就是2年以下，9万元以下的罚金，我是觉得太轻了啦。数个行为的话，那可能数罪并罚，加起来就不止了。对我来说，就算只有一个事件，我觉得9万真的是太轻了。另外，因为台南渔光岛海沙堡发生民众翕私密影像散布伫网络的代志，民进党立委质疑当事人是不是犯罪，散布的人是不是侵犯文书，爱相关单位好好追究。那请问一下，派出所接获检举呢？去看，请问是做这件事情的人有违法，还是拍这个照片的人有违法？两者都有可以讨论的。好，但是这个上了社会新闻就很麻烦了。虽然司法院强调，对106年到108年这3年因为犯离小性剥削法令，向判罪高达9成。按过条立委认为，不管是不是用强迫手法处理性私密影像，即进行网络散布犯罪，手法拢在进步。目前法令确实有修法必要。蔡清祥强调，会进行滚动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甲观众朋友报告一单上届新发生的消息。过去捌担任过行政院长，也是4星上将的胡碧春，下晡2点47分，伫咧三军总病院过身，今年才甲102岁。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也证实这段消息有影。若有上届新的情形，咱来赶紧提供上届详细报道。佮来讲，过去4档台东县发生牛走入去大路顶，互驾驶人弄到的意外，计共有11件，甚至佮造成2个人死亡。台东县政府当下要定驻地条例，通好约束遐个饲牛煞看无好，佮放来大路影响交通的牛主人。这个月15半暝，伫咧台东县成功镇东海华公路发生一台轿车弄到2只牛的意外，造成一个女性的驾驶经过急救了后，煞救无转来。这个案件还搁咧侦办。去年6月，伫咧东海华公路，嘛有一个女性暗时骑倒摆弄到2只牛，造成这个骑倒摆的人伤重不幸来过往，捌引起家属甲迄个饲牛的人抗议。不过经过台东地检署侦查终结，因为证据无够，检察官是真无奈做出无起诉的处分。牛毛跟机车上牛毛呢，我们送了许多单位去鉴定，那以现行科技及资料库的一个建制都无法比对说是否是这个被告所饲养的这2只牛所造成。台东县4年来已经传出11件车弄到牛的意外，去年加强宣导，饲牛的人爱甲牛顶现票，建立饲牛的资料。县府这个月嘛拟定放牧饲养家畜的管理驻地条例，那饲牛的人无甲牛管理好，会加强处罚。没有定耳标的话，那我们自治条例里面会裁罚1万到6万元的罚款。柯家豪表示，若是无改善，会阁再罚5000至3万块。这项驻地条例嘛限制饲牛的人爱互牛离车路较远的。不过爱离偌远，就要经过县议会讨论才会当决定。这项条例若通过，就会当搁较明确知影饲牛应该爱负担的责任，避免车弄着牛的意外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3月27日天，因为风面高，小甲冷的空气搁对流落去，嘉义县梅山海拔1300公尺的山顶煞落冰雹，结果上届损害是山坪的地形，像啊地都连要收啊，但叶啊毋是冻甲逼开破去。就是地心线甲断去，算长有20架冬遮尔宽。梅山的地龙是真无奈，目头又角角。地形内底地叶毋是叶啊破去，就是地心断去。嘉义县梅山乡的地形啊，因为3月17号下晡落霜啊角，造成地形内底地叶损伤，预计会影响到今年春仔地的采收。受损的面积梅山以东怪随里随风，啊太雨涨潮后者。
较严重的面积应该是差不多有伫120公顷有啦。龟头卡的酸仔角，每一粒的大小就亲像一个1块的金角仔，拍伫咧地坑仔内底，造成地叶仔破损破空，甚至是村仔地当咧发的又硬又叶仔嘛直接拍断去。因为地叶仔采收是以1心2叶为准，即马无心无叶的情形，损失可能真大。断心的，哦，断心啊！你看断心啊啦，破叶断心啦，破到嘴糊糊啦，拢断到安尼。 非常的严重啊！这对村仔地吼影响真大啦。受损的地方主要是种乌龙品种的地较侪，每年4月底5月初拢是村仔地采收的时间，平均一届采收差不多有2万斤左右。地农表示，地方仔的损失大约有3成到4成左右，村仔地的损失恐惊难以避免，只会当做好心理准备。记者梁伟霆嘉义报道。 咱搁来讲，全国海拔上界悬菜瓜的产地是伫咧南投县的鱼池乡。 这搭所种的湿面有45架外，热天时啊产量顶有全国的一半。啊，不过因为菜塘嘛熬来食，台中的农业改良场用心计较，目前已经大大改善病虫害。农民嘛望讲今年菜瓜会当丰收，有好年冬。对，就是讲，这个纸唔好去挑，伊自然3个月伊就分解掉伊，哦，3个月分解掉。 业者详细介绍一款新品种的菜瓜仔啊，要安怎种，爱注意啥物？农民为做伙，大家拢听甲真认真。南投鱼池乡的头社武田地区是全台湾种菜瓜海拔上悬的产区，热天大出，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不过因为病害、正高冷气影响收成，农会找农改场斗阵来改良新品种。啊，就是以双一这个较耐水啦，所以讲咱今年咱农会吼。 啊，再来选择双一来接税咱这个米人，来互咱的农民来种看卖，是不是增悬因的产量？这款接过的仔啊，一张的介绍比无接的加10块，这届农会80万块，要甲农民斗烧天，一张补助3块。近日啊，农会头社分部已经发出第一批，望助赞农民提高产量。进前提供农地试验的农友表示，这款改良过的仔啊，有影较袂着病。啊，伊这接的伊伫。 我也捌试过吼，是接了接的吼，啊无死啦，啊若无接的吼，死真害安尼啦。无接的是8块，啊伊是安尼都加10块，但是咱一丛较慢死的，一丛啦加挂咧2条，咱就成本就起来啊。 鱼池遮有45公顷的菜瓜园，改良仔呀试种的结果，病害影响对50%降到剩3%。农会出钱烧天，台中农改场出技术斗烧天，都是要和农民做伙，去互鱼池乡头社武田地区土质较淡、环境的温度较特殊的天然条件。农民嘛真期待这个热天会当有好收成。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 解文说字，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富，尤其菜瓜，人讲煞脆又搁营养。啊，过去真侪四句人咧讲菜瓜，国情变啊变，对日本时代这歌册变真侪趣味的字句、趣味的歌词出来，咱做伙来甲研究一下。头一趴四句人，咱来讲菜瓜开花满平黄，阿哥病老在眠床，娘仔有心走来看，要啉茶汤我来转。 永早咱来讲，即个四句人相报歌，见面头一句拢是看到景，搁来后壁第2句、第3句，见景就伤情咯。所以看到菜瓜开花满平黄，咱知影讲菜瓜花就是黄的。毋过主要是要讲阿哥病老在眠床，阿哥咧判病，娘仔毋甘，娘仔有心走来看，要食茶汤我来转。 讲起来，这个娘对阿哥是真正真真心，两个感情好，好到什么款的程度？四句人嘛用菜瓜来伫咧描写，菜瓜酸甜蜜蜜甜，然后拍断会牵丝，等伊入心难分离，上好毋是一半年。头前这2句用菜瓜用然后咧描写讲咱两个感情，袂说敢若菜瓜酸甜，安尼甜甜拆袂开。 然后拍断，牵丝斩袂断，这叫做藕断丝连。等伊入心，咱无法度拆分离，因为咱上好毋是一半年，是讲到这个上好真正的把握时机。等伊入心，无法度拆分离，这是上介好。男有情，女有意。毋过真济吼，
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上较出名就是三匹英台，三匹转来到厝内咧讲互因老母听，讲英台对我种种的暗示。因老母讲戆后生啊，你都家己袂晓分，人迄个查某的，你家己袂晓看，你袂出敢若戆牛共款。老母咧念囝安怎样念？原来用菜瓜来做比拼呢。四句连讲，即句话晓想反悔，菜瓜讲到去一瓜，较早毋听我的话。才着戆不想食瓜，三匹因老母咧甲念啦，念讲吼，但你即马知影袂赴啊啦。菜瓜讲到去一瓜，即句话菜瓜讲到，就是讲掠菜瓜要讲到，到着夹菜瓜啊，菜瓜就断一瓜去啊，要反悔就袂赴啊。永早你毋听老母的，讲永大百面查某会对你有意，但即马你着爱戆不想食瓜，人伫咧拜生礼吼，迄三星遮尔好食。不做，但遐是片油迄尔，无在就迄个鸡肉啦。所以吼，三匹因老母煞颠倒头甲笑啦。过来，咱换来关心以下方面的消息。讲为着要将都市和乡村中间医疗的水准尽量切互较晏咧。阳明大学医学系学生最近专工去到屏东三地门遐，专门咧看顾老大人的日间照护中心参观甲访问。因就是要了解原住民部落医药方面详细需要。花枪花，嘴内暗念数字，百万族的原住民伫咧志工的陪同之下，徛起来，搁坐落来，加强体力。这就是屏东县沙田门乡德某生活技能中心来了未少医学系学生，因为未来因有机会以公费生的身份入来部落，投入巡回偏乡医疗的服务。之前没想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就是偶尔来这边住着，或者是不同专科来巡回的方式。毕竟未来都会有那个机会，可能都会来这边，都是 run 个几年这样子。屏东基督教病院表示，巡回医疗服务计划伫咧武大乡、三地门乡，也有马家乡实施要活20年。为着让部落的族人伫咧看医生这方面会使更较利便，卫生所也特别借这个机会整理人来看诊的资料，也甲需要进一步治疗或者是检查患者转进去其他的病院。等到患者情况稳定了后，再个转转来卫生所，让患者会使有更较较全的医疗照顾环境，也整合在地的医疗资源。现在平均每一年有600诊次的一个专科诊次，那巡回医疗通过像卫生所的提供巡回医疗已经有2000次的一个次数。那因为这些量能，我们也看到原山的居民能够得到适当的、适切的照顾。为着让住伫咧庄卡的民众会使享受和伫咧市区同款利便的医疗资源，同一个时阵也提升族人留伫咧部落看医生的比率。阳明大学的医学院院长希望学生透过这摆实际接触部落，了解族人的需求，未来若真做公费生，才有法度伫咧服务中认识医病关系内底互相尊重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东部这边面，花莲县所生产的白米近来是真有销，比较过去营业额加有2倍出来。靠我南边的富里乡，甚至有的牌子阁卖甲欠货。农会咧探讨讲，白米的生意哪会遮尔好？判断是因为病情咧拖，民众较接家己煮饭，拢无出门的原因。这是花莲吉安乡农会咖米厂工作人员为2月就发现，要搞好卖场的包装米数量是增加真侪，有的民众甚至亲身到现场来买。原因就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大家都不想要出门。因为现在宅配比较方便嘛，所以大家就是大概凑个10包免运，然后寄到家里，放在家里库存也不会坏掉这样子。有台湾大米厂名号的富里乡，这2礼拜业绩平均成长是超有2倍，逐日出货量拢超过10000多公斤，部分有白做的米甚至已经卖了了，剩7000多吨其他品种嘛是优质米，民众免惊讲买袂到。牛奶皇后断货，还有我们的那个1000香米也卖到断货，然后目前我们就是剩我们高雄139这个品种是目前还有。根据各农会调查，这届消费者主要是一般家庭为电话也是网络来订，餐厅也是饭店订的量算是下降，真烦恼后半当买米的人会减少，建议大家唔通囤货。你放久了之后，那个米会臭布然后口感会更不好需要再买就好了。另外，富里乡农会强调讲，外界想讲因这个会赚足侪钱，虽然唔知影央行调降利息了，各农会信用部收入是减少，所以这届米销到外好嘛无够贴营收。目前已经向财政部、各农委会提出相关的财务检讨报告。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生活中咧写字的纸条啊，一世皆有。啊，毋过台南的奇美博物馆近来和日本真出名设计纸条的公司合作，同齐发表一款讲是全世界上界水的纸条啊。这毋若纸一水哦，你甲上尾张，阁会当看到一间细细间啊奇美博物馆现出来。伫一张一张的便条顶面写字，慢慢啊会出现一层一层无共的色水，这就是使人惊喜的所在。因为用到尾啊，你会使看到一座伫树林内底博物馆。用纸雕刻出来的奇美博物馆，随甲连条啊和厝顶都卖出是真的。这也是台南奇美博物馆头摆和制作世界上水便条的日本牌子联名合作，因新推出的纸条模型便条，一盒有150张，每张拢有无同款的雕刻。那你在透过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小的惊喜。你可能可以突然发现清美博物馆外面的阿波罗喷泉的一个纸雕的图案。这款便条除了会使写字，佮通凹起来踩伫桌顶。这种特别的设计，就是希望让使用的人伫写了的时，嘛通留落来做纪念。概念来自于 memo 跟 memory， 就是你曾经来到这个地方旅游，那你再把这个礼物带回去之后呢，你透过它的使用，你天天会想起这里美好的回忆。红讲是世界上水的便条，过去因嘛有做过日本的清水寺，同款真受欢迎。这届甲台湾的建筑结合美学和雕刻，也让人看到便条纸美丽的新用途。记者综合报道。咱阁来讲魏德胜导演，因为《海角7号》这部电影拍出名声，也一直有新的想法，想要挑战大规模的历史电影台湾3部曲，展现17世纪的台湾，而且伊阁暗算要甲拍片所起的边境保存，发展做历史文化园区，互代代拢会当了解台湾的故事。来看这款魏导演顶真的精神。一群人跟着魏德胜导演的脚步，伫看起来荒郊野外所在，要来找适合拍片的地点。前面这边它现在是弄成这样子，但是我们等它填好之后，我们要拍的时候再请他把它这个打掉。一天来上山下海，找找几落的地点，这是魏德胜导演为着当咧筹备的新电影《台湾3部曲》。电影内容主要是以400年前的台湾为主，要来翕出当初伫17世纪大航海时代台湾伫国际上的角色。咱本来就是个海港啊，对海港是做贸易开始的。咱伫个17世纪本来就是一个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是啥物叫大航海？就是全世界第一届交流。迄阵时代，咱台湾有扮演角色，毋是无？咱有扮演足重的角色安尼，嘿，对。所以我最想要甲足侪台湾人讲，咱的开始是遮尔啊精彩哦。台湾3部曲发生的时间地点就是台南，电影内上大景当然爱打伫台南。魏德胜心内嘛有一个真大计划，要保存片中打造的历史现场，发展作为历史文化体验园区。味道伊当然是想讲，伊对这个土地有个使命感，对咱台南尤其是台湾第一城、第一个都市有一个这个梦想伫遮。所以咱就要帮助伊做这个梦想当然，片面伊愈行就包得到所以咱就要一定要甲斗相共我头讲，不管行政上的斗相共、建设上的斗相共、财务上的会讲甲斗苦斗少。正式甲台南市府签约，魏德胜嘛定义将伊的压力排伫家己身上，但是不管有偌困难，魏德胜拢会想办法完成这个计划。除了要建立一个会当纪念台湾的园区，嘛希望台湾人了解咱有真水的过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观众朋友，这2日东北风有较无遐透，气温有变较烧热寡。不过风面当伫咧台湾北边的海面伫咧西，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山区，佮金门、马祖，都要斟酌会落着雨。另外各所在是济云到好天。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温度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1度到2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
24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19度到27度。金门、马祖、澎湖15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